认为什么草都可以。通常换双什么，像双眼皮啊、双面胶啊，孔那那你就出去看呢。那娘家妈妈懂好看一张节目。那今天怎么会是带干蛹的嘞？你哪敢用？靠不住啊！哦，妈妈，你要记得，这是为了生存啊。妈妈莫打神我啦，莫打神我啦。打啦，冇打。到安阳的上，你个真边可能会。白腿。对呀，这道比加冻多久哦？加冻多久很好。我们是加 whisky。我们要不要拼一下？我们加白兰地好了。还是有嘛？你进不进哎？我觉得水果羊皮其实唔干是按皮的啊。女孩们皮很好，我差点叫做什么？它有胶质哈。人民猪皮。啊对，水磨面上的昂购哈，那个秘诀是什么3天7分钟。真的？用来罗医生吗？我啦，不是靠颜值的，还需要再 Q 吗？我是靠鞋垫。你这个散步咯，大家散步是强壮的吗？好色酒卡多，你路卡多都会酒啊。我觉得淑玲姐一定很爱。他身上的问题。因为敢用，因为都亮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爱民族，还中把跳。观众朋友，开起来听，懂好是泡菜。比中发觉呢，你吃那个有没有？是个牛肉面的时间，里面没有油。我去听。就发现到这么多人喜欢吃泡菜，而各位知道泡菜的故乡会都奈么？秋黑，来考一下太子。你个公公，没错，因为公公呀，到边呢有太脆呀，跟有冇太红诶，红公，所以呢，公公出来的泡菜最有名，他赶紧做个泡菜很好吃。为什么要讲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今天的来宾全部是泡菜酱色麦，是吗？有人这样讲的吗？可以这么说啦哈，最来自于泡菜的故乡公公。马上先来分享到今日的评审欣赏，第一先来分享到嘅係阿生之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李師傅好。大家咧分享到係盧準彬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好？接下來你來分享到我呀風吹嘅組合啊，好都冇強樣，佢兩個係乜嘅你冇？揀用落線 QQ 下來，今次當好呢。來分享哦，秀玲姐，上去下次分享。分享，大家好。哇，嫦娥，嘿，都奔月來了，親自來到一家之主。係咯，哦，你看一下藍水的阿片係類似公館阿妹咯，冇有強下來哦，黃玉群、徐麗雲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接下來冇看到風吹，兩位姐姐參考一下，要推薦到公館呀，乜嘅好講好食好料嘅冇？可以上油桐花，以前很多茶園坪，然後現在叫四季彩林公園，然後那有一個很有名的露營區，東東營都可以露營。呀，東東營都沒有你溜洋呢。對啊，因為沒有你東都山那東江啊，好山好水。哦，都太湖啊、公館啊、泰安啊，就東東營啊，有去溜洋。你們家該不會就是有營地吧？有一露洋冇營地。綠野神農露營區這樣子。對對。哎，你藍水推薦人家手菜哈，像我這種運動 boy，這種。你什麼時候運動了？你的肥肉。你們在笑什麼？沒有啊。好了，不要這樣，連攝影大哥都笑了。我笑的時候，你有這4年來我沒有看過你運動嗎？唯一的運動就是嘴巴運動而已。呼吸也算。哇，運動哦，就可以去吃香茶加凍河的手菜。黃金小鎮可以吃起司涼茶。黃金小鎮，然後吃最秒，而且給他運動的後生嘞哈。對。那個黃金小鎮有沒有按到風景呢？你冇好過的時間啊，鬼片你都忘忘。這個風景是無價之寶啦。總共呢都公館呀到 V 的 TP 最近幾年呢，帶動的觀光啊、跳擺好，而去到太湖的話，一條經過公館。然後它裡面有快速道路溝，還有太氣港。有的時候你不會經過公館，但下一次你一定要停留下來，因為呀到 V 有按到後高後料誒。唔過馬上就要進行體育館嘅料理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廚會用現代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3點半先指定愛做嘅料理。第2之前，唔知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廚會因為條件中3邊都手腳來唔參麼？含入梁廚冇取到嘅食材，未為咗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這一關的料理風流蛋，我也非常期待都在底度乜嘅食材。不過，我們想看一下今日嘅菜名係乜嘅？荷蘭條炒松菇。哦喲。哦，哎，這兩個都可以換呢。嘿啦。
我来第一口那送顾完其他送马嘅东西。我认为什么炒都可以，哦因为荷兰条又不是一种酱料。哦，通常换双什么，像双眼皮啊、双面胶啊、口内那面胶你就出看呢。哦，这个排球家的腿我们派嫦娥，你们要不要派玉兔？我们是后羿啦。准备好了哦。好，剑斗山跳步。哦，很快，后羿赢了。他是黎云。哦，先会选哪一张？选哪一张？黄色的好。好，数到3秒涨档，扣听下大口来哈。好，1、2、3，送过！哇，动厉害，动厉害！帮顾问手着来，哦。但是嫦娥姐先看那底度那道 V 有月饼。有月饼，没有。没有啊，你要先来个等的啦。一种你公不一手走嘞。哎，跟毛嘞嘛。这先拿起来。毛嘞，毛嘞。好来，抢那片打过来哦哈。走3毛。1、2、3，抢打过来。来，马开，打过来，打过。哦！送板呐！嘿，他当一板到性当板。这个 OK， 这个 OK， 我觉得很好吃。来，嫦娥姐了，你先等等，出事了哈！来，出事了，甚至他第一开始来了，开始哎，双面胶是双面胶。1、2、3，哇！哦呦，送饼啊！肉葱饼了，虾饼，葱油饼跟虾饼。哎，这个排的算用心啦，排的算用心，真的。但是这个食材算没良心啦，真的。双面胶好，一样有粘性啊。没了。不过我觉得吃 sale 要3样东西都是可以吃的。没了。对，不会突然给我最经典就小熊软糖嘛。没有，没有别的了。好了，马上有金行踢一馆给挑战。出好色出来，风吹嘅挑战者，也就出到嘅係啊嘅雙板啦吼，他今年用板然後縫板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破音啊，就弹那不是破音，那是合唱。哦，那你散够的部分。对。哦，你弹看攬出嚟一片吼，唱到係 any 具體食材送顧，有信心嗎？有，也有一點點小破音哦。對，組隊已經準備好勢哦，睇起來加油咯！好，馬上開始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都得開始走咯。一般嚟講，全部係個醬料。係啊。炒麻粿。係啊。可是火腩條，為什麼要用火腩條炒麻粿？那不就等於全部一起炒？清炒好豆啊，其實可能等下電動嗰啲拼盤咪都難拼啦。哦。所以因為冇個醬料啊。對啊，沒有醬料啊，冇米拖，沒有主題啦。對啦。所以會不會贏在起跑點就會食出來手動麻粿？不會拼哦。因為等於沒有一個標準的味道啦。對啊。某一個品，它不是說像橙汁、三杯。我很容易。跳到板，梗係要冇強濃嘅味道，因為顧個手法。我諗跳強用嘅。係啊，好來來。手法。來，嫦娥姐。嫦娥姐，你哋係外號，也係本名啊？本名，不是藝名哈。本名。那我問你，你來自於哪裡？公館。哦，我以為是月球。原本是住地球，係後來才曬起嘅公。後來才搬去月球，然後又搬到公館。對啊，我們算很幸運的。你蠻常搬家的哦。對。哎，可是我跟大家講，大家在看到粉飯不會很開心嗎？粉飯只要拿來煎一煎，沾醬油就很好吃了。它都是粉條粉啊。對啊，阮頭有當時在煎的擦擦。我們沒有在心臟板還是鹹的哦。我們沒有是鹹的呀。有人沾花生醬嗎？沒有吧。條粉有啦，條粉通啊。你是不是？你們用那種眼神看我，我們真的感覺好像我才來自月球嘞。唐玉人沒有使用的呀，可是我們真的沒有這樣子啊。爸爸，我們心臟板大來剖狗去和還要用血。沒有。好了，我來自月球可以了吧？可以。像銀絲卷的概念一樣。對啊，真的沒有，真的沒有。我來自月球哈。哦，要分頁嗎？好啊，你可以表演嗎？你要先穿燙嘍。請問一下，今天誰報名的？哦，朱茵姐為什麼特別想要報名呢？因為我娘家媽媽都好看一隻節目，準時收看。那今天怎麼會是帶乾蓉來嘞？咦，那乾蓉差不多煮啊。哦，哎，你講你要馬上吐槽媽媽很常看節目，係忠實觀眾，所以這一句話繼續躺頭。媽媽，因為我媽媽練習啊，鼓手動作。媽媽，你要記得，這是為了生存啊。嫦娥姐，我們唔會緊張咧，唔會緊張，係唔會緊張啊，我唔會緊張哦。他去過月球，你去過嗎？我真的沒有，存不夠錢。
好，那现在就先准备下哈。好等下勾多正了。玉琴姐，李云是几年次？84周岁呢，你80年呢。他骗你。真的哦，嗯，阿哥咩82？你阿哥，哎，我还有大哥。你那么快就要，就是把它分清。撇开，李云跟哥做好朋友就好了不。喜欢胖的吧？我动态口做的啦。他的腰真的潘走的啦，哈。哎，做的。哦，你还跟他问机讲哈，出头送过去买想法啦。他说，哦，如果给我抽到双板哈，小 case。你看，大家都想抽到双板，但是因为没有在那边，所以这样说，所以该下皮料部分全部系李云来负责的，系吗？哎，那你怎么说你都没有做菜呢？平常是妈妈贴住啦，啊都旁边看。李云可以走嘛该条路哎，做法店呢，哇，好浪漫哦，还有艺文气质哦。你最喜欢吃妈妈做什么料理？梅干扣肉。阿大菜。那个枣庄啊哈，梅干扣肉很好吃哎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不是说你的亲戚开的吗？那你有空就要常来吃啊。好啊，那对，你世代还没爱用广播呢，因为那是唱寡喜的感觉呢。因为我真的有点紧张。那你通常你紧张时要做什么事情不会紧张？现在突然这样问我，真的有点。水哈。真的要加吗？真的要加吗？不给他照炒口那下用哦。好，没关系，妈妈有妈妈的坚持。好啊，等一下，可能挑每个还有是做的，这个莫穷下炒哦。会，我先加一点先盐巴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喽。好。OMG， 可以先让我吃一块吗？姐姐，放太少了啦。对啊 ，Kita 呢？你的缝板呢？从呢度係用煎的，也係用鋪的下多啊。就差不多就按点半剪渣。不够啦，不够，是不是加太多油了？因为我们都用枣剪，看会不会烫呢？可能熟龄一定有。你们不要怪淑玲姐，她是科技新贵。真的假的？科技老贵了，因为做很久了，做多年。肉为说自己是科技老贵，因为大家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大家以为是一种贵。对啊，一种贵。对，新灯板。所以平常是有煮菜吗？有啊。那我就问嫦娥了，嫦娥，淑玲煮的菜好吃吗？都得给东会煮。他比较会煮辛拉面还是维力炸酱面？他煮菜，意大利面。哇，串的哦。意大利面。辛拉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惨了。我的很美风水的。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蟹肉棒啦哈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不要让电视前的妈妈失望了。对啊，其实这样也是给妈妈自信啊，对不对？炒姜，大概红萝卜，红萝卜。呀，你在讲面条。奶奶公啊，係咁啫，冇咩見到我唔掉腳度，你估乜見到嚇？唔會啦，乜見到？所以等一下煎過之後，就在膠腔下炒過就好咧。係啊，真唔穩飲定，希望煎的話吃就稍微飲。你是不是需要廚師幫忙我？這一關有哦，因為你現在煎成這樣子，是很適合叫他們來處理。好啊，廚師要不要來？拍個卡點來兩沙腔下講。廚師看數啊！你選人，你直接選人。江海峰的啦。江海峰的，快！江海峰，應該冇江海峰啊。我天幾好啦，就是江海峰。你主持人啊？掉掉了。武器給我，武器。對啊。哦，不應該看3秒鐘。等啊哈。大家看一下吧。3秒鐘。看一下。哦，要粉的來了啊。看一下。開始開始。好，這邊10個來煎，等於。它燜到粉，燜到粉，係得啦，燜哦，你把它來哈，你啊你怎麼在做？等下會煙呢，等下是莫蓉，我好抬掉。那其他的先溜出來嗎？吧，燜到粉哦。你是說剛才淑玲煎的全部都不要吃了嗎？有啊，昨天同樣叉是洞口啊。係啊，30秒過去啊，那就按掉啊。你那個碼表有沒有壞掉？哦。都算哦，20、9、19、18、7。哎，葡萄樣音哦，記得一定要樣音叉啊。等下係草木炒蛋球，
好，别向别好，哎，叫一下子好咧。好，来起劲。好，坐底指点点调油，好，你板我一定要调油的梅头。好，你就汉服走对了。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蟹肉棒了哈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千万不要让电视前的妈妈失望了。哎呀，来，其实这样也是给妈妈自信啊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。哎，然后是亮的。好，其实他用孔球的叉叉就对了啊。对呀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走了啦。谢谢。哎，你两边会活的呀？我们现在已经把桌子擦干净了。密西等候生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倒数了。好。可以有抹残啊，没有残啊。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来吃吃看那体馆地图，哪一部开料理较赞的哦。好多样喺體育館，睇起架小吃吃看那風吹，也嘅係湖南條呢炒松板、肉板、老鳳板，聽下來吃吃看那哦。剛才有黐醬油嗎？有哦。哎，有偷油，咁我香啊！哦，那我也是這個番茄糖都該卡死個上癮嘅，超酥脆誒！淑玲姐剪得懂好誒。按仔細哦，前面加完鹽蛋，剪你後邊就唔會。你待會先把它分解啦，嗬。對，我分解冇幾糖呢。好食誒！而家剪啊，唔係蛋漿剪，嘅半剪破誒。對，半剪。你要行下薯菜，不說呢，淑玲媽媽，娘妹懂唔煮哦。你家來閉嘴哦！有行到嘛？阿媽啊，懂唔煮哦。好食哦，好食，好食，當香。其實吃到兩套菜哦，真緊要先講，因為叉到就係體積鋪，韓國因為佢有蹦嗆出來強效，所以我覺得很清爽，很棒的一道料理。細個安尼。用它搭配料理。你本身好食板嗎？懂好食，我未懂會做肉板。哦，你家做？嘿，我講嘅你自家人就做肉板，嘿，自家整啦。你下就完全南水的鴉片哦，僅僅幾天學出做個宋固的版本哦。來吃吃看那南水的哦，吼。調味咩調得懂吼？我覺得湖南條的炒嘅筍骨嘅時節，最主要吃到什麼？就是給個骨味本身它釋放出來的那種甜味，碎碎那種濃厚的當 Q。係要入味，按嘟嘟吼，又唔會跳硬，加個香菇的米頭沒有炒出來，湖南條的米頭沒有炒出來，對，然後米頭綜合強下，炒夾強下，唔可以講各切嘅米頭啊。對，就融合到強下。秋豆的宋固哦，算是先天優勢。豆腐卡會食到會出來，我未一家煮啊。哎呀，打面煮哦。你要什麼料理？你要做架胸料理啊！我都在師傅營養班拼富呢，夾嚟看哦。今早嘅時間馬上就到嚟，甚至師傅搶半份數。好，南翠節富，你下吧啊，並購搶不負數。哦耶！甚至師傅搶公平。哦，我要分俩南腿呢，我係有適度嘅湖南條嘅脆度，那就。適度就懂甜，然後菇啊嘛懂滑順那種。啊，不過有小小建議就係菇啊，要炒較熟一啲咧，而家香味才會出來。冇了解底度呢含有濃度嘅水分哦。吼，啊，鳳腿兩片呢，嘛做到懂好是了解飯呢啊，不然做到青葱嘅那叫什麼鍋巴的那種切懂好是。啊，了解肉飯啊，懂葱嘅客家嘅種嘅嘅口感，懂香懂好是。吼，啊，並購就嘛建議，我哋呢一道最主要是。佢又不給建議，我講用啲板嘅部分一定要吃咧調油，所以調油嘅咧香味，但是甚至會有講到咧，好難調部分，因為佢都通過咧，通過嘅部分，所以變到冇按切會好軟啲，但水分可能就會還有加多一點點樣嘅啦。係呢一片哈，一直正差到調下，我一開始講咧重點，菇冇先照炒，一般我菇嘅稱為照炒，冇冰油先會照炒，炒半去炒炒。哎，香味自然是會出來，係會好香咁樣啦。叫秋豆咧主食材麼？好好撈起來個菇煎好，先正差到呢度。好啦，也係關地度呢，兩組都係各得到1分哦。唔過睇起還有記得冇？加甚至師傅出到嘅係鬆餅、蝦餅，還加有蔥油餅，都帶二老湖南條用嘅變化呢。馬上就搞俾你甚至師傅嘍。觀眾朋友，你還記得冇？噶甚至師傅會出到某個食材呢？就係鬆餅、蝦公餅、
韩噶有葱饼。哇，好，来看一下你的做咯这。采用空中啊，除到了解迄松饼。嘿，首先呢，我先来煎个葱油饼好嘞。哦，了解。然后葱油饼大煎有队有敷掉粉丝都在上菜。系啊。葱油饼煎有什么技巧吗？我不给先烧。哦，我用烧酒还有。呀，就不用下去，不给煎就好了。嗯，要有耐心哈，用爱心去煎它。要耐心等待了哈。对，要仔细去找。对啊。感觉很重要。哦，了解本给煎就好嘞。哦，了解蒜头哈，本给切一丝丝嘞。蒜头迄等下会白香的用。嘿，等下我个荷兰头，我用了蒜头去本给炒过吼，而家香味怎会出来？好，了解木耳哦，本给切一下。木耳用八个啊？唔是按用就好嘞。要做须须。按用切，就老个荷兰头香中太。哦，葱的。嘿。师傅就黑某公样哦哈。你说长相吗？没啦，做菜料理啦。哎呀，朱玲姐你摸摸耶嘛哈。摸，那个语文班长刘杰，黎云这个怎么样选也要选甚至不是选博谦啊。不是前面这个怎么样选？对，不管怎么选。黎云我们有交情啊哈。没有。好，不给切，好，不给切到下下。卡刀。哎，按用不？按用比较厚宽呐，它厚宽。啊，了解。红萝卜哦，帮你切。PG 线就笑态了。有。先不给配色，然后姜麻呢，帮你切到一片一片就做的。我切薄片哦。嘿，切按用泡泡就好嘞。像你要煎的须只有用大火也是小火啊。差不多中火啊。哦，蒜头而家油温啊，人就做的老下去嘞。哦，唔是用烧。它会太苦是不是？嘿，太焦。帮佢梅头出来。哦，还有姜麻，哦姜麻，本个姜麻、蒜头个每套帮佢炒出来，哦，而家了解食材啊，本身无乜个香味，哦，我利用了解蒜头啦、姜麻这种新香料啊，帮佢每套帮佢炒出来，哦，炒香，哦，了解红萝卜，红萝卜，记得叫变种啊，大家讲呀，系当一方面系见到我唔了解讲。师傅我見狀嚇，唔會啦，我都見狀，要分，我幫你炒香，有香味了，香。你看阿炳哥了下，我用葱抓饼的放雪來煎哈。我媽媽也是這樣弄呢。可能佢會好款係嗎？較鬆。好凍啊，這意思好脆。因為佢做面皮的須這就凍豆簽啊。是凍酒啊，凍酒。哦，還有個木耳，哦，幫佢落下落去。所以等下雞煲佢加咗卵，然後加起司就好嘞嘛。早餐啊，加一兩卵。未做得爆落去啊。那你把下我幫佢題目係炒啊，我不用下去。佢就好好切過了。但他們不是。用白。然後做個比較傳統嘅料理係兩面黃、雙面黃，了解係太多嘅菜。哦。幫佢煎好呢，了解炒。會一下淋上去，按用手就做得了。哦，安徽啊，哎呀，好厲害！它算是什麼菜系啊？大概比較像是那個江浙菜。哦，甚至真的很棒。哎呀，烤木板衣呢？哦，就是很可惜，已經交女朋友了。對啊，沒結婚前都來得及啊。應該最近是不是處不好？冇啊，當好呢，我想我結婚嘞，哦。哇！不行這樣子，男明星。哎，黎云會哭出來呢。不會。哦，負責任，哈。哦，還有個interview，幫佢香味出來哦。哇！好，荷蘭頭。我做乜嘅先挑梅長咧用荷蘭頭啊？因為了解挑梅，了解香味怎麼出來？啊，了解荷蘭頭，我幫佢。做咩炒長球？我幫佢切，哦，水。可是蝦餅不用剖嗎？唔是，要剖好嘞。剖嘞，呀落去炒，不凍難看，不會綿。哦。等下我要幫佢捏碎，幫佢鋪上去就做得。好聰明哦。係啊，冇人貴聽講蝦餅就聽會保鮮煙天啊。好彩就冇鮮豆芽豆料理哦，冇愛的這顏料的豆哦。鮮豆就這係呀。甜的啦。哦，這個還要片醬哦。要幫佢片醬，了解愛用醬汁怎會，你了解蔥油餅底度。哦。好得你送餅係你手度呢？係咩？就是我哋全部當要福氣哦。係啊。哦，來水嚟燙哦，吼。它係加燙，係，你水嚟染。好，大概煎都好就好嘞。試一下味道。哦，
哦，好色哦，有哦，自己喊有哦，对，哦，勾芡。这个吃叫林虫衣哦。这叫林虫衣。哦。这鱼肉全要包覆在里面啊，跟下部的是葱酒饼，跟蛋糕是跟虾贡饼。哇！哦，原来是安样哦。很聪明呢。哦。好，一下呢就留了个虾饼呢。哇！好聪明哦。我有。因为假设日本跟许多两家食材吼，全部炒落去吼。可是，这时候阿兵哥他会等下会骂人，怎么样？他会说你没有炒到，对，没有入味。好，还有就好了。吊石头的啦，所以也没可以弄成烩饭嘛，对吗？做的。可以做的。欢迎。荷兰条炒松饼。安牛就好食喽。哦，你那边在家暴吗？我们去处理一下暴力。妈妈莫打神我啦，莫打神我啦。莫打，做安娘的上，一起来在吹动呢。哎喏，那个整边可能会。白配。对呀，你要等帅哥美女生的一天。这不是我讲的，只有美女，你误会了，他不是讲你，他是讲盛志跟兵哥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。去冲个打的呢！你这个散步咯，大家散步是强壮的吗？好些球他都是路，他都会揪啊！我觉得淑玲姐一定很爱，她欣赏的喂。因为敢用，因为都亮。好，第二个呢是荷兰条炒松车松饼啦，吼松饼，大家看下来吃吃看呐。其实没冇咁錯啊，因為煎到凍拆啊。脆脆的。嗯。哦。嗯。冇食過安樣嘅葱油餅誒，呢葱油餅吼，一般來講係食燥掉誒，我安樣混醬強下食咪凍好食咯。重點是它這個很像是你剛剛講的那種菜系，我之前沒有吃過類似像安樣的菜，安樣的飯呢，因為我們會不會安樣葱油餅啊邊都焦焦，反而是有像是沾了醬料，安樣濃厚色。去拜看到。哎呀，转鱼哦，如果爱煮，哎呀，放下笋那些。好什么？这好什么？好吃好吃。师傅最某中央创意料理，然后是好吃哈。我有发现一件事哦，刚才前面的时候，淑玲姐是没有把它吃完的，这边她要吃完了。沙浪黑，沙浪黑。哎，再次强调，他有女朋友了，这样。你是说淑玲姐吗？没，阿菊啦。哦。来看一下，蓝水的阿片阿姐吼，对阿菊师傅的评价怎办呢？好食啦，葱油饼有绵密，加下饼有酥酥，哎搭配同好食。葱油饼特别就迄早色天诶，也伊葱油加酱，个口感较丰富诶。对啊，伊特别。这几个市场啊，你可能一般好找看到，但是可能爱讲了红出来，大家是有感觉是讲。广炒面哦，伊就有个上面大家用切切的那种感觉，冷爽了的酱那种感觉呀，酥脆的口感，还有一样酱那种感觉，饼的煎到酥酥啦，哦，还有蛋糕有配了的虾贡饼，伊本来是有个冇强的味哦，饼煎到酥酥，感起来就系啊，那是重点啦。编发出某 Q 跟 Q 感，故说呢，观众朋友拿到某 Q 的色彩，可以来挑战看看，发挥你的创意哦。莫想讲一般用的煮就要用煮，用两个熊熊的，不两个彩色某 Q 用。不过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一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，强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就冇强用嘅料理方式，两处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体嘅菜色。到底两处会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于强下国家料咯。好，又到咧白欠女功效的时间啦！因为破手一下哈，我相信你们都很期待吧？没有，就今天哈，杯子跟杯盖要狗拍跟他告白，不过咧杯盖冻家子都给他气切嘞，你知做嘛解吗？因为你的绰号叫杯子，张杯子。不是呢 ，OK， 我要讲喽，哈，准备好了哦。因为杯盖是 bad guy，
别改。哎，苏玲姐是你的 partner。有了，有对到。别改。好了，大家今天主题就买用惯嘞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嘞？有点牵强了哈。今天这真的很牵强，因为今天主题跟杯有关，还不是杯子哦，只跟杯有关而已。今天主题就是散杯，掌声鼓励。是不是有音让谁前辈让你讲笑话时间？有，不要想要超越小钟哥哎。有够冷是不是？绝对没有。好啦，要来散杯的料理，先来问看下风吹带来的料理，菜名都么该？三杯猪骨力。那这一道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嘞？这一年韩式的时间煮个大片冻的，我老家大片冻，大以后搞食饭，要就可以拿来整片冻，米头看唔会变疼。不说有妈妈的爱，对，爱心。那安永还有什么？嫦娥姐爱。哦，西部煮的都好吃。嘿，他们两个这么笃定的话，朱古力这年都会拍一些抖色卡后啦哈。对，像他们这3个大男孩吃，应该是没笑了吧？那都好屁股，朱古力还没巧克力的谐音啊？对，因为我是猪肉加香菇给它包起来，就猪骨力卷起来这样子。菇是菇那个菇了。对，金针菇一定很好吃哦。等一下吃吃看，好，大家评价一下。最报名一关的啊哈，加油！妈妈有都会看，有哦，赶牛来，来我就问，有信心吗？有，以后直接看中容。加油！哦，各位观看一下，咱嘴里阿片哈，今天俩散杯料理，我做个菜名按到嘛改。三地凤爪土鸡，就贡馆最有名的哈。凤爪。那这一道菜就买特别的蔬菜吗？贡馆的特产就是凤爪，凤爪当营养。因为一般老板的人都特别说的三杯鸡就冇凤爪，不过今天来到苗栗公馆，就会不一样的是看那冇同样的东西。哦，可能炒起来因为下甜。喂，凤爪当甜。所以你要算是你收留的菜，也是妈妈收留菜。妈妈。哇，妈妈刚刚没有介绍。他唔要得讲吧？你俩很紧张啊。系啊。一般看到4分的上的，谁来切回安心的？对啊。再开始，他再 Q 他自己帅一次，我们就扣2000块。那刚好4分的谁来？扣2000块，同意的场外给我一个掌声。喂，你们大家都受够了，大家都受够了。管好个效果上镜。哦，好了，水妹重点问一下，水妹是关的哈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利用组最近准备好势咯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我在快洗嘞。一次2000哦！刚刚真的掌声如雷贯耳呢。对啊，我这一次讲的很机灵杀，真的不要再 Q 了。他们也你 Q 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看一下机灵，问一下有没有4分了哈？还要问2000啦。我刚好讲有谐音啊，喊英文，你都有就准备巧克力。真的有巧克力吗？咱煮的有煮像巧克力的啊，糊的啊，有啊，咱煮3杯会糊没？哦，装你的巧克力的啊，我不接受这种诈骗。我刚才真的有巧克力。摸你供，我有点难过，因为小孩子还小啊，要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名字。那你就跟他说，嫦娥也不是真的。你就跟他说巧克力是甜的吗？所以你这个散杯咯，大家散杯是强壮的吗？对。麻油、酒、高头油，比例的话就看自己家里好食酒较多，就落较多就会酒安的。我觉得淑玲姐一定很爱，她欣赏的喂。给你敢用，给你都亮。而且啊，嫦娥姐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切红萝卜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第1关也是切红萝卜。对。第1关没有用完的，现在可以用哎。那他刀工比较好了，我刀工不好。所以等一下个重要的建议了哟。先煎呐，先煎，打上去加3杯落去煮。你们那边在家暴吗？我们去处理一下暴力行为。好哦，妈妈莫打神鹅啦，莫打神鹅啦，莫打。哇，这个颜色就好看哦。可是，一般豆豆按用的上，而且还带吹豆呢。嘿喏。你个真标可能会。对呀，玉清姐，嘿，也很吃肉的嘛。也没爱吃肉的。有没有按姜？买土鸡。冻姜呢？没有。
最近心情有什么不好的？哎，没有。我看阿这样剁干用吼，真的是有长度的，因为要剁落去哦，它都是在同一个刀口上。给它腌一下。哎，我来看个蛇目，基本上是要入狗系吗？下忙，一下爱比黏咪，所以我给它挑油。那颜色很深沉，很好看的哦。嘿，觉得上多安的，它冇同样。哦，挑油过一些的米酒。好，依云很了解。讲来就会秘密武器哈，红糖。哎呦，加红糖。嘿，加当我颜色就喺度用嘅酱色用嘅，喺度冇用酱色。所以没用白糖，还用粉糖。嘿，我用粉糖，所以等下料理家我也冇加糖。好厉害哦，第一次吃，而且加那么多。也冇动多啦，一同时听听。好厉害！哎，我要学起来。哎呀，其实我冇看过呢。嘿，我一下提18，提做到个变黏咪。一节600冇按贵啦，腌差不多10分钟就会变种黏咪丝落去。哎，蛇目更好看呢。嘿，啊，不过等一下嘅风轴用用办，我不给煨煮也系嘛个。我比煨系啊，我比起下，嘿。比起下张有凤爪的米丝，较养生。你的凤爪里面有去籽吗？有，里面好贴心。等下我讲嘛先煸，煸嘅当来用蒜头，蒜头用下落去煸一下，煸出来当鸡肉倒落去用下煸，还煸那么大。按师傅哦。嘿，我先开始咧沙拉油煸一下姜嘛。哦，散布一个煸姜嘛冻葱烧呢，先不给你皮了一下，我怕你看到会有点紧张。我都看到锅炉，我没有说自己很帅哦。哦，先讲，我没有拿摸头，总共6000，我说到做到哦。我说到做到。今天有变哎。哇，好香哦！嘛有厉害嘛，看到有厉害哈。嘿，做得啦哈。煸姜嘛，直接就顺便的老烟用落去煎。你袂都会进菌菇哦，假使等下摸煸到摸翕到，你会上呢？唔係，一天要翕到。哦，对，你要本帅哥美女蛇的一天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讲你，他是讲盛志跟斌哥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。冲个打天呢！去大家风水了解就係啦，炒下意思好嘞，香烟。你打比烫一下，披颜色啦。迄莫大家要注意的，可能颜色要较沉嘛，要冲。朱古力的颜色，你不是就是要朱古力吗？他讲用竹诶，用竹诶，用竹诶，竹扁都心中吃嘞。你们这一组已经很猪嘞。反正我到这个这边是谁啊？哦，这什么？哦，对，老给酸甜弄。没有，它是我后尾时间这样加落去，有当我有个生蒜的米头。但是为什么要加蒜泥呢？当改张米头啊，煮出来里面都是层次嘿。哦，跟人生一样。对，像他就没有，因为他是一盘油到底，他一路帅到底。哦，你不要接话，我帮你接话，我不要客气。1万，他没接，快点过去。我觉得这波羊皮其实唔干是按皮的啊，女孩们皮很好，我差点叫做什么？它有胶质哈，人民猪皮。这搞毕业加浓多酒哦，加浓多酒很好。我们加 whisky。我们要不要拼一下？我们加白兰地好了。还是你进不进呢？对，水魔应该上到昂购哈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30分钟。真的？用来攞什麼？我啦，不是靠颜值的，还需要再 Q 吗？我是靠鞋垫。哦，哇！你看你不是注丢给？对啊，这不是吗？那颜色好漂亮哦。对呀，爱上我颜色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当他们家女婿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。李云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可能会。顶都顶不一点吗？对，他变张胖胖。所以你有没有安不住啊？冇啦，他又选出来，他选涂盖哦，你快个 P， 那个 PP 耶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波羊皮其实唔干是按皮的啊。女孩们皮很好，我差点叫做什么？它有胶质哈。人民猪皮。他笑的比杯盖还大。李云笑的好大声哦。你也是 bad guy 吧？妹妹。所以该他挑梅油做嘛该吗？你咩黑麻油挑油米酒，但是你哋要加秘密武器就係鳳糖，嗰下要鳳做。哦，对啦，因为它有鳳糖，有甜。所以你看豆干因为需直接就搞那个黑糖，先不给添，然后后来他就封走。
所以它挑母很有层次的。对，那这边是不是很快？可是给人家给牛卡盆，而勾子改一下。对，那要不要加多一点酒？所以加下加一些酒，当中下高挑油加好的，当风座倒落去避血。啊，风座倒水母讲会变哦。啊，血加当倒啊。嘿，冇呀哈，给牛忙检查。这个鸡肉基本上已经养了一般的。系啊，节目动向。系啊，你看个大牛牛哦。好干，你先来过来了哈。好。哎，那聊天聊较久的呢。哦，真的耶。哎，我还蛮早睡呢。啊，比早睡嘛。这道比也加冻多久哦？加冻多久还好？我们是加 whisky。我们要不要拼一下？我们加白兰地好了。还是有冇？经营进步呢？哎，刚刚有差不多比收支听听系冇？收支讲啊麻油迄好不加啦。哦。为什么嘞？因为麻油一开始煸嘅话我夫妇系冇师傅，所以我煸用麻就用安尼。要大家要不要加注意哈？他真的很聪明，很少看到这么漂亮。又暗，又暗不会抽春，暗讲又暗紧，嘿，又暗紧。事业当吼，有些女生功法又暗厉害，你就上头暗酱，暗对哦。我再来讲这个酱没必扣钱，都一定的特权呐哈。好，我们先勾一块一海哈。哦，这个不要了哈。哇，瞅一瞅。好香哦！因为比如个酒母，这是用煮鸡酒的方式来做吧？等一下，李宇，你每天都这样吃吗？差不多。我会去上到安狗。当你多安内色。对呀，阿姐，什么应该上到安狗哈？那个秘诀是什么？当你是凤座，真的？用来攞什么？我啦。你不用都对啦，这健康。一直的都不是靠颜值的，还需要再 Q 吗？我是靠鞋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倒数了哈。好。天场马松葵是都酸。是的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那最杯面關，來一個比啊吼，3味料理，來煮較沾掉咯。3味料理呢，各家都有自家的米头，两组呢做法没猛，用煮食材也不一样哦。先来試試看那風吹嘅三杯朱古力，好。 哇，哦，那迄其实摆吼是扇贝用猪肉来做啊，尤其係啲貝都金菌菇啊，撈落去嘅時間咯，哦，那個多糖嘅香味流出來，凍好食。對，而且重點是佢嗰種 Q 感，脆脆的，變真菇啊嘛，食空下成咬嘢脆脆嘅，米頭面條凍沾的。後一隻先叫時候從一間冇嘢啦。係咪？好。哎呀，衝下去啦。衝下去啦。哎呦，衝下煮啊。真的。哎呀，基本上可以正常發揮。正常發揮啦，平常就注重按好食誒。但是因為時間有較關係的啦。可是米頭行係有黏米啊。對，米頭凍煮好，個豬肉咩凍嫩，唔可以燙落。那個記得扇貝咪挑到嘟嘟好。沒有幾張米絲凍。好，兩下吼，真係真嘅特別，結合印尼貢管菜鐵豐熟嘅扇貝，結交嚟食看哦。好。哇。那個雞皮。哦，黑糖的味道好香哦。嗰個鳳糖嘅米頭啊，吼，本日嘅肉質食起來安樣，甘甜甘甜。 真嘅係家有鳳做嘅甜味咩肉都有嘅地度去誒，要加嘅鳳做啊，一號肉，一號鳳做，米頭凍度吼。對，凍特別啊。鳳做有吃年嘅甜味咯，一樣嘅哈。對對，下擺做伊咩安尼做？然後銀線凍種吼，其實擺時到散步地背都就豐做，結果咧是佢哋每違和店都係增加嘅香味甜味。像排骨咪可以用鳳做去糜絲，係冇就係整嘅時間。 你可以加鳳做，特樣料理就可以加鳳做，你就可以養生。就係牙豆腐卡會食到嘅米絲，因為很瘋哦。係啊，高中價會帶偏到，大概大家就會窮等食。哇！我就是那個很好吃的同學的便當，都是你們家。對哦，對面繞牆啊，這類的那啲現充吼，真的讓我們很有口福啊。 所以等一下就會看一下到底師傅運用辦去拼粉咯。先來看生子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風吹一份，你下吧啊，邊個搶不服輸？藍吹一份，贏手，真
跟支持富强公平。哦，两组嘅每套都懂好，感觉就是多嘅山地嘅马有嘅香味啊，还有头有嘅香气。啊，俺尾本凤腿两片呢，是感就是多嘅而家酱香就炒到冻糟啊，糟咧，然后呢，那个酱香就会出来，甜味啦、麻油啊，还有酒跟梅头就会出来。而家香菇啊，冻香冻好食。啊，南腿两片呢，嘛整体冻好食咯，吼。应该有冻圆，可能要在一下子就会比较入味啦。啊，不过时间的关系，多谢。好，阿炳讲遐想法咧。哦，香菇的部分啊，你可能爆到底袂如可能因为冇按落去样，那是正确的样因。吼，两边是去正确度咧封锁，我迄感觉本来在做咧三杯鸡全部加通，迄今日用咧封锁以取代佢咧甜味，还有木通，为乜去送出啦？咧一厘合样嘅，系去旁边梅头川冻好啦。两组都有得到评审欣赏嘅青睐，唔过三下来，马上就来颁奖礼。耶！好，大半呢都要颁奖给美食节，我跟博坚最开心。对啊，我们最喜欢送钱给人家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领略到呀，真给得到钱呢。嘿哟，得到奖给没啊？有听吗？听哦，都开心哦。今日比赛成绩已经出来，两组都会得到2分，鼓手两组都会大头名。先来恭喜凤水得到前年的搞彩金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大家来看下，蓝水就停吗？听。恭喜得到1,800块的加彩金，恭喜！同我知啊吼，同幸福，咁啊，跟心情老太太讲一下好冇？第一摆来参加啦，很高兴，又刺激又紧张，啊，又有得吃，又有看大家的表演，真的又有得拿。又有得拿，对，谢谢各位。前一张叶可是就说米都高，来的时候就突然间最后面就变这样，高8度，很好吃，太棒了，一定要来。这边始作俑者就是淑玲姐了。第一摆参加安尼录影节目，就蛮开心的。然后看到安和的团队，对，然后又让对方成为好朋友。下次有机会再过报名。过来，你就是确定要带妈妈来啊？对，再报名。过来哈，还有老公啊，2个儿子啊。我要请我来来啊，佢讲先看阿妈表现的样啊。因为最重要，我来呀参加迄演员，这段一定要收进去节目里面。好，你说。所以我迄沉默、厨艺、침묵诶，他假装不看好我来呀，在节目我有一些欠起的。就上我来呀变血齿，对，血齿成功了。哎呀，第一动力谢谢。他讲的是他们那边的陈家啦，不代表我这边陈家。对，我们也讲一下，冇叫到。对，我要偏在沉默播放诶。沈博会懂不懂会住？还没有讲要不要住？还没，我们就不好意思做，我们这边不用扣钱啊。不是。哦，看一下蓝水的鸦片哈，差一点点成为张妈妈的玉琴姐了哈。哦，今日就买参加感想，做得到大家分享吗？当天啊，可以参加节目认识大家，又可以做好朋友。对方讲啊，又有好食，又有钱好拿。有划重点。吃到懂后搞，第一摆了安尼节目，吃到懂神奇。今日尽管放养你两三类都成功。谢谢。徐梦。人家讲啊吼，你家制作节目呢是最好嘅客家爱搞嘅节目哦。你看呢，本太去甲行业来，讲行业来过呢行出来。行业讲头面讲业天时地利度，好好嘅手机去甲厨艺，心胸慢慢变到行较开发咯。故说你要夹来呢。系啊，无论也系心球也系模样吼，非常欢迎大家共下来报名参加分享也不卡嘅好美水哦。一家之主等你共下来参与哦，下一拜再见，拜拜。